龙小弟，老大我久居深宫，早已没有了出入宫时的乐趣，反而如鸟入囚笼，不得自在。所以老大去也，勿追勿弃勿恼，各自珍重。皇上，会不会是李易欢他们兄妹二人听到了什么风声，现在逃走了？ 带的什么？就一个包裹。去，查查那两个人。哎，你站住！龙小弟，主哥哥，对不起，我不想再夹在你们中间左右为难了，我也不想光复大明了，我要去过自己的逍遥日子了。 你说什么？易欢出走了？是，他没有告诉我，也没有告诉义父和诸位师长，只留给康熙一封信，说是厌倦了宫里的生活，想要出去逍遥自在。这不应该啊！小师妹虽然平时任性，但她在大事上从来不糊涂。她怎么可能突然放弃任务，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走了呢？ 也许他还是放不下对康熙的感情，又自知无法向我交代。他不想夹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左右为难。以他那不管不顾的个性啊，就干脆一走了之了。大师兄，你不必难过。我看小师妹未必是对康熙还放不下，也许是她看康熙对你们两个起了疑心。 所以故意闹这么一出戏，试试康熙。倾城，你不必安慰我。易欢虽然有些小聪明，但他秉性纯良，绝对不会算计他人，尤其是他真心对待之人。其实，这次从滇都回来，我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想当年，我曾百般求他为我做一个荷包，他都懒懒的不肯答应。可一看到他给康熙绣的那个荷包， 虽然针法拙劣，却显然极为用心，我就什么都明白了。哎，李太医，等一等。建清，你不要再找易欢了，他已经离开紫禁城。 他的离开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好事。是你劝易欢离开的？是啊，建清，你要是真的爱易欢，就不要让他再回来了。你最好也永远不要再回来了。你们在外面早点成亲，多生几个小孩，这样他慢慢的就把心思从皇上身边收回来了。否则的话，你们的光复大业未必能成功。 而你也永远会失去易欢了。二位里边请。 客官这边请。来，哎，小二，有没有环境好点的雅间儿？啊，这边。来，那一边。烤鸭来了。兄台，拼个桌。 不行不行不行，那边不是有地儿吗？你去别的地方吧。二位，您的烤鸭。老大，是你啊？不是我，不是我。二位慢用。你这个黄庭坚的真谛还是我送给你的呢。不过老大确实讲信用，没有把我给你的扇子拿去当了卖钱。
哎，老大，哎呀，主子，不能跳啊，太高了。主子，这怎么办啊？追呀，追！好，船家，哎送我过河，我给你2两银子。好嘞，来，慢点儿。哎，主子，慢点！哎，船家，我们要上船。哎，主子，注意脚下！哎，主子，哎，停下，把船划回来，我们要过河。好啊！哎，啊，不许回去！这摆渡哪有不接客的道理啊？我给你5两银子，这船我包了，走。 5两啊！我也有。对，我们有银子。谢兄台，我就送您1个人，我不管他们了。走，我给你10两，10两，10两。不，兄台，那可是10两啊，都够我买一艘好船的了。我给你20两，30两。对，给你30两，40两，我50两，50两，50两，60两，100两。 100两都够我娶媳妇买地，生俩孩子都够了。老大，怎么不还价了？我不出价了，因为比钱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多，我肯定输定了。谢谢兄台啊！主子，他跟你玩狠的。你不是喜欢钱吗？那我现在就送你去阴曹地府，每年多给你烧些纸钱，怎么样啊？主子，他跟咱来土匪这一套，咱有钱，他没用啊。我1两都不要，我就送你1个人。我只收你60两银子，我只收60两。我呸！60两银子，狮子大开口啊！我身上的钱刚刚都给你了，现在没钱了，赶紧给我滚！不是，老大，你回来！老大，你回来，咱们有话好好说。龙小弟，你不是龙吗？有本事飞过来找我啊！不是。 不客气，就当我刚刚又免费教了你一堂江湖经验啊！走了，龙小弟。你笑什么呀？找船去！哦，哎呦，皇上啊，这儿就这么一条船，没船了。你怎么这么没用啊？主子，东边客栈找遍了，没有。主子，西边也找过了，没有。南边也没有，北边没有。行了，你们都下去吧，再接着找啊。是，用点心啊。主子，会不会是叔姑娘，她根本就没在这镇上休息，连夜就赶路了？不可能，她你还不了解吗？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这倒是啊。不过主子，她是不是因为没有钱，所以就不敢住在这些酒楼、客栈什么的？那倒是有可能。左土，这行走江湖有什么钱生钱的办法没有？在江湖行走，这钱生钱有4个办法：1偷2抢，3做工，剩下的就是赌博。行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要大老大，你的赌运早就不好了。买定离手吧，买多的得多。老大，今天你啊是出不了运。买定离手，快！你怎么会找到这儿啊？你忘了，上次在山西的时候，你带我来过这种地方，我说过，我有经验。那我今天就让你大开眼界一下。买定离手啊！呀，小，干嘛呀？来呀！爹，你不能再赌了，这钱是给娘买药的。干什么你？把银子给我，走开吧你！爹，我求你了，你快回去吧，娘还等着我们呢。滚！爹，赶紧拿钱走命！回去吧，我们。爹，滚！哎，滚！兄弟，赌钱输赢不要紧，你还是拿着这个钱救人一命，赶紧去给你娘子买药吧。
我赌不赌钱干你屁事儿！爹，我们回去吧，爹。滚！来，哎，买定离手，买定离手。豹子！老大，我就说吧，你的运气不好啊。我就说我刚才赌的时候，我眼皮子一直在跳。原来是你这个没心来了。我说老大，这赌桌上的，赢才是最重要的，你哪能怪这怪那呀？你要是有本事，就赢一把给我看。还有没有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定离手了啊！快！小，哎，赌大了吧，别一直小。你老大还是我老大？你是老大。小，来，大家都下了啊！我告诉你，要不你就在这规规矩矩的闭上你的嘴，要不你赶紧给我滚，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老三，还压不压？哎，压，等，压，压你的钱呢？不是你没钱玩什么呀？没钱赶紧走啊！没钱回家。没钱就走人，快走！没钱就赶紧走，别人同位置，回去。快走吧！回去吧，爹。我拿我闺女莲香押50两，行不行？啊！你居然拿你的亲生女儿做赌注，你这个做爹的也太狠心了吧！你又算什么东西？还管我？你不好，大贼，你不好赌，你来赌啥？让主子再玩会儿。我算是明白了，这是个扫把星。大爷，我没空陪你玩，别当爷的道。贾老板，50两，50两。这里没人把你当皇上，你看，不光我把你当贼星，还有别人把你当贼星。现在把我当贼星，不一会儿就有人把我当救星。愿赌服输，来。好，既然如此，大还是小？小。哎，买定离手了。大事人现眼，压什么闺女？老子通杀！仙王，这骰子一定有问题。我怎么没看出来？我是火眼金睛，你一凡胎肉眼，当然看不出来。快，我们走！站住！哎，站住！站住！贾老板，咱们可都不是外人。贾老板，你放了我，放了我闺女。一个月，我肯定把钱还你，翻倍。何三儿，愿赌服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的女儿留下来，什么时候你有钱了，再来赎你的女儿。把她拖出去！贾老板，我求你了，贾老板，就饶了我这一回吧。我这是开赌场的，不是开善堂的。滚！贾老板，走，且慢。贾老板，有何指教啊，这位公子？贾有才，你每次都摇出豹子，这个是怎么训练出来的？赌场赌的是手气，手气好的时候，一连开几手豹子是有的；手气不好的时候，连续输了10几20手，也是很正常的。风水轮流转，输赢无定数，对不对啊？没错，对。好，说的有道理。那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我这开赌场的，还不敢跟人赌吗？好啊，就这么定了。假如你赢了，我给你100两；如果你输了，你给我50两。还有这个小妹妹，她是另外的50两，怎么样？这可不公平。这有什么不公平的？不都是100两吗？她现在是我的人，身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她现在值100两。刚才50两，现在就100两。你也太会坐地起价了吧！莲香姑娘明明是以50两银子输给你。我们做生意的，自然是要赚钱。你赌还是不赌？我赌。好。走，莲香，别动，打住点。我的赌注在这儿了，你的呢？怎么着？怕我没钱啊？有钱你就拿出来。有钱拿出来呀！拿出来呀！
借我点钱呗。没钱，借钱可以，不过我有条件。什么条件啊？赌完这一局就跟我回去。龙小弟，你这是落井下石啊！那我也是跟老大学。好，如此可笑也，我答应你，给我钱。快点儿！哦。这是我的赌注。100两，100两，哎，等一下，我要先检查一下骰子。哼，检查就检查，我这儿从来不弄虚作假。还不错，没有问题。天灵灵，地灵灵，老天祝我这次一定要赢，一定要赢！啊，这管用吗？这个？对啊。我压大，你压大，那我只能压小喽。小，我也压，买定离手。等一下。在你打开之前呢，我要先求一求神仙。这能赢吗？这可以。老天啊，老天，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好了，你开吧。不许看。哼，大。老师，起来，林夏，走。你们放着。林夏，这100两你先拿着，回去给你娘看病。谢谢。还有你，让我再看见你赌博的话，小心我宰了你，知道吗？多谢这位爷，谢谢。林香，多谢这位爷，赶紧走吧。谢谢。走。谢谢。你呀，别来了。老大，你这一出英雄救美唱的，这莲香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这回知道了吧？老大我比你有魅力多了。那是，我们老大的魅力是最大的，小弟我都快被你迷死了。老大，咱们回去吧。慢！哼！哎呦，这哇塞！竟然敢用水银闪出了钱被他们给发现了，我们只能来硬的了。哎呦，朱老千啊！骰子是他给我的，你们找他。哎，老大，慢着！龙小弟，我走了，失陪了。这，哎呀！哎呦，对不起，你没事吧？没事吧？哎呦，我就说嘛，小将花子敢偷我钱是吧？捡回去！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吧！我这兄弟们都饿得慌，才万般无奈做出这种勾当。大哥，我错了还不行吗？大哥，你就饶了我吧！真的假的？真的。大爷，您心情好了。小五，怎么了？小五，我们都是流落在京城附近的灾民，已经好多日子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对呀，是啊，快饿死了。我也没吃饭，好久没吃粮食了，就饿死了。行吧，你们跟我走吧。大哥，你这还要送我去见官？见官啊！我呀，请你们吃面去，走。走，吃面去了。谢谢。慢点，还有呢，慢点吃啊，不着急啊。赵哥哥，你真好。哎，可惜我身上没什么钱了，不然的话，我请你们去对面这家酒楼吃饭了。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哦，我姓武，家里还有老六。
叫我小五吧，小六也行。小五，我姓易，你以后叫我易大哥就行啊。小五代表兄弟们，多谢易大哥。哎，大家都别客气，从此以后啊，咱们就是兄弟了。快坐，快坐。您慢走，您慢走。好吃。哎，这位小爷在这儿摆阔呢，请这些叫花子们吃面。你是谁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哎呀，大哥哥，这个老板姓钱，叫富贵，他呀平时最喜欢摆阔气，怎么样？以戏弄穷人为乐。最近啊，城里来了好些灾民，他就做了肉包子施舍，是吗？但是得跪下磕头叫他声爹，叫我一声他才能给一个。前几日他还想戏弄我们，被我们给骂回去了。没想到这不在这儿碰见大哥哥请我们吃面，他心里啊自然看着不舒服。哎呀，这一碗面能顶几个时辰？上我家酒楼，天天有热包子施舍。小伙，你知道规矩，叫你们兄弟跪下给我磕个头，叫我声爹啊！钱副官，我们这些叫花子，膝下也是有黄金的，我们宁可沿街乞讨，也不可能跟你下跪。哎呦呵，叫我们这么多人给你做儿子，你也不怕折了寿？哎，说得好，说得好啊！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哎哥，我和你也是一见如故，以后啊，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今晚来找我。当然了，咱们以后就是兄弟了，你知道吗？我平时啊最看不起那种有几个臭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奸商。你说谁奸商？哎，谁听着耳朵刺耳，谁就是奸商啊！我说你了吗？听着刺耳吗？那你就是奸商呗！哎，大家看啊，他这是误打自招了。你从哪个犄角旮旯里钻出来的？奸商！敢到太岁头上动土？你看他那样。老大，老大，老大，终于找到你了。你这个小弟大人怎么又找来了？你在这请全城的叫花子吃面，一下就传开了，我听到就过来。你来也没用，你又不是叫花子，我不会请你。哎，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惹了祸，我帮你摆平了，你现在过河就拆桥啊？面都不请我吃一碗？没钱啊，没钱怎么请你啊？那我请你吃面总行了吧？行，不过你得到对面的酒楼请我。没问题。当然你不光请我，你得把我这些兄弟都带上。没问题，蹭点啊还能吃穷。兄弟们，他请咱们吃饭了，走了，走，哎呦呵，还真在爷面前摆起阔来了。你以为这城里就你有钱啊？我告诉你啊，把你酒店里好吃好喝的都给我拿出来，让我的兄弟们吃饱喝足，知道吗？好酒好菜倒是有，本酒楼的规矩可不跟外边的小面馆一样，先看一下口袋里的银子够不够，别吃完饭不够付钱的。嘿，我说你眼睛是不是瞎了？我小弟这身打扮像是那种吃了饭不给钱的人吗？这可不好说，我们这酒楼开了那么多年，见的人也多了，这装模作样过来骗吃骗喝的，可不是没有。田老板，你看够不够？哎，嘿嘿，哎呀，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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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来上菜。好嘞，好嘞。小老板，听说你长期施舍肉包子给穷人，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让他们跪下来喊你一声爹。我是生意人，又不是这些穷人的爹娘，我每天给他们包子吃，救他们的性命，难道不是他们的再生爹娘？龙小弟，这种人别跟他讲道理，直接比谁钱多最有效。老大说的对。小老板，哎，那我就跟你比一比谁的钱多。要是你的钱没我多，不管你以后行不行善，若是要行善，就不能提任何条件，也不能以欺负穷人为乐。我不止这一家酒楼，这城里所有的酒楼还有珠宝行，都是我们钱家的产业。走图。
钱老板，你说京城的珠宝店都是你们家开的，那这帽子上的珠子，你可认得吗？啊，南海夜明珠，只有紫禁城里才有。哼，难不成你们是宫里的？钱老板，你还跟我比钱多吗？小人不改。钱老板，一个人可以有钱有势，却不能无良无德，更不能无法无天。对，就算你有万贯的家财，也可能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是。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小人日后日日省战，再不敢欺负穷人了。好，替我老大好好照顾这帮兄弟们，下去吧。是。谢谢你啊，龙小弟，没想到一出来竟遇上这些恼人之事。那现在摆完阔了，等会儿请你的兄弟们吃完饭，可以跟我回去了吧？不行，我还想再玩几天。小五，来，银票给你。记住大哥跟你说的话，让兄弟们拿这些钱做些生意，自食其力，别在街上流浪了。多谢易大哥，小五一定不会辜负易大哥的期望的。我相信你。老大，你现在还想去哪儿？能不能带上我？我想再学习一点江湖经验。江湖经验啊，行啊，那我现在就教你一些真正的江湖经验。小五，走，让开，走开，走开，大龙小弟，谢谢你的宴请啊。下面呢，让你见识一下我兄弟的莲花阵。不是，走远点，走来，速度。对不住了，兄弟，刚才啊，易大哥悄悄捎话给我说，一定要让我帮他逃走，免得你们追他回家，让他去陪伴一个全天下他最讨厌的朋友。对不住了，兄台。陈后，让开！主子，咱们还是回府吧。啊，在这儿画的。我看。糖画。这是糖画啊。谢谢啊。主子，咱们就这样远远地跟着他，这也不是个办法啊。随他吧，在宫里憋了那么久，好不容易出宫一趟，不玩个尽兴啊，他是不会回去的。字画，卖字画喽！山水人物，挑一张你喜欢的。老板，这个我买了。这个像我，这个像龙小弟。不对，龙小弟的眼睛没这么小。再给你捏大点，捏大点就像龙小弟了。真的假的？我有这么丑吗？你是人是鬼啊你？你怎么老阴魂不散的跟着我呀？你是人我就是人，你是鬼我就是鬼。你忘了，咱们俩结拜的时候可是说好了，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猪哥哥，你怎么来了？诸位客官，今天可是青楼大会，请进，请进。全城最美貌的女人都在呢，有眼光。是的，这位小哥，进去玩玩吧。今天全城最美貌的女人都来了。啊，不去不去，你不进去多可惜呀！来都来了，不用，好看的好玩的，我包你满意。不满意，你啐我这老脸。来吧。哎呀，来吧！哎呀，进去吧！走。大家把酒都满上，快喝呀！来，江河，我上去了。客官，客官，我跟你说呀，我们万花楼的姑娘那是我跟你说，待会儿你一定要好好的听话，别总是一副哭丧，知道吗？莲香嘛，客官你，莲香，恩公救我！怎么回事？恩公，我爹把你给的钱又输光了，然后100两帮我卖到了杏花楼。喂，怎么，你们认识啊？能不能把他放了？你说什么？放了他？你是不是开玩笑啊？他是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代表我们杏花楼来万花楼选花魁的。我要放了他，谁来代表我们杏花楼扬名赚钱呢？那你要多少钱才能把他放了？怎么？你们两个是老相好啊？不对呀，这莲香还是一个厨，怎么可能和你是老相好呢？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并不重要，我就问你，多少钱你才能放了他？口气不小嘛！哎，你真想赎他呀？开价吧。行。你要是真想赎他，给我500两就够了。500两？怎么？没钱是吧？没钱那就少扮英雄救美。你这种人，老娘我见多了。让开，让开！哎，别妨碍我们选花魁。哎，我告诉你啊，我们莲香呢是又年轻又漂亮，一旦选上了花魁呀，这身价一定倍增。到时候你想赎他的话，那至少1000两了。走，等一下，怎么了？没钱赎人，能不能换人？换人？什么意思啊？用我换他。我这做了一辈子的生意呀，我差点走了眼了我。没想到你也是个厨啊，还是一个比莲香更美貌的厨。好，你要换她是吧？我答应你。你是女的，姐姐你还是走吧，我不能再连累你了。别说话，莲香，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我们走吧。你这个人呀，太神秘了，我可得小心一点。这万一你中途要是跑了怎么办呢？我可以放他，不过啊，是在你帮我选了花魁之后，我再放了他。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走吧，换装去。看好他，走。姐姐，姐姐，来呀！刚刚易欢是在这个地方消失的，也没什么别的路了，肯定是进这万花楼了。主子，
今天晚上奴才要带你去这种地方，那老祖宗知道了，非打奴才一顿不可。此事你不说我不说，老祖宗怎么会知道呢？可是，行了，别啰嗦，进去。哎呀，是，守着点啊，别动啊！都在这好好等着。哥。丫头，你真的是仙女下凡呐！啊，这比去年的花魁呀还美上1倍呢！我跟你说，待会儿一定要给妈妈长脸，一定要把12花楼的花魁给我拿下来。但是妈妈，我能不能先把脑袋上这花给摘了？这花太多了，我戴着难受。不行。那个。欢姑娘，只有这身衣服啊，跟这个头饰啊，才最配你嘛！走，其他候选人都到了，就差你了，快点！到你了，就差你了！成了，你等会儿。你是哪个花楼的姑娘？会不会走路啊？对不起啊。今天全城12大花楼的家人都到齐了，花魁比赛正式开始。主子，不好，龙小弟追来，这下麻烦了。现在我们有请上一届的花魁，是谁呀？西域姑娘出场。这个丫头，真是风不惊人死不休。是啊，不过她这样还真好看。是啊。各位客官，如果您中意我们哪位姑娘，便可以从那里拿一朵鲜花放进那位姑娘的花篮里。今天鲜花得的最多的那位姑娘，便是我们的花魁候选人。候选人将会与上一届的花魁一决高低，胜出者便是今年的花魁。好，各位客官，就让我们来抛花选美吧。谢谢你的花，谢谢。等会儿再跟你算账。多谢这位客官捧场。这朵花是不会给你的。你投不投给我，我都是花魁。
位客官，经过激烈的抛花选美，结果是……还用我数吗？不用数啦。结果就是我们本届的花魁候选人，杏花楼的欢姑娘。好。现在由上一届的花魁西域姑娘与本届的候选人欢姑娘进行歌舞比试，谁得的鲜花最多，谁就是本届万花楼的花魁。别慌。这位客官，可否借一下你的宝剑？你又想干什么？要你管。借不借？如果你要是不借的话，那我就去找别的客官借了。这，多谢客官。各位客官，看得开心吗？开心！现在开始投花选花魁。也别着急，一个一个来。谢谢。两位姑娘花盘里的花一样多，按规矩呀，两位都是今年的花魁。我宣布，今年的花魁是欢姑娘和西域姑娘。慢着！我这儿还有一朵花没投呢。这人是谁？难道我给西域姑娘多数花作弊被他看出来了？嘿，你这人怎么这样？刚刚你怎么不投啊？刚才人那么多，现在投也来得及啊。
你这花儿打算投给谁呀？花儿，你今天真的很美。哇！西域姑娘花盘里的花比欢姑娘多上一朵，所以今年的花魁还是西域姑娘。哎呀，今年的花魁，西域姑娘。错，欢姑娘也是今年的花魁。哈哈哈哈哈！我这儿也有一朵花眉头，他们现在2个人的红花都一样，所以2个人都是今年的花魁。对，我跟大家说啊，今年的花魁呀，是我们杏花楼的欢姑娘。王妈妈，我出3000两，包下欢姑娘的初夜。可以啊，贾老板，不过你得先把钱给我。应该的，应该的。贾老板够有钱的嘛？那是自然，我爹是直隶首富。把梁香给我放了。姐姐，你为了我已经受了不少委屈了，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好人，你不要管我，你还是走吧。莲香，姐姐已经帮你赎身了，你拿着这些钱离开你那赌鬼爹爹，跟你娘去个好地方过日子吧。可是我……哎，不许再说了，如果你再说的话，姐姐该生气了。快走吧，走啊！您真是有眼光啊！原来你忙活了这么久，就是为了救这个莲香姑娘。不然呢？你以为我得了失心疯啊？那现在你可以跟我回去了吗？欢姑娘，咱们走吧。去哪儿啊？自然是去我们该去的地方，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春宵一刻值千金呐！好啊！别过来！别过来！欢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呀？哼，贾老板，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之前在您的赌坊，我就赢了您100两银子，今天又让您破费了3000两，真是不好意思啊！原来大闹我赌坊的那个臭小子，竟然是你这个丫头！我是女人，照样可以要你的命！都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杀了他！都别过来！别过来！走！走！有话好好说啊！你们别过来！别过来！欢姑娘，你这……走！哎呀！愣着干什么？追呀！追！站住！追！站住！站住！我认出来了，你就是那天和欢姑娘一起大闹我万利赌坊的小子。臭小子，赶紧把欢姑娘给我交出来，否则我要你的命！各位官爷，是不是搞错了？我可是直隶首富的儿子，我叔叔是京城的2品大员，该抓的是他们啊！该抓的是他们。直隶首富，2品大员。
那算什么？我们家主子可是全国第一首富，这大清朝的第一大官儿。哎呀，大清朝第一大官儿，你以为他是皇帝老子呢？啊！贾老板，很不幸，你猜中了，我们家主子正是当今皇上。跪下！万岁爷饶命！万岁爷饶命啊！万岁爷，万岁爷，小的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你大人大量，放了我吧！囚徒在，把这危害一方的恶霸拿下，送到刑部审问，再查一查他的叔叔和爹爹是不是做过什么违法乱纪之事。这，把他那爪子给我剁了！住！哎呀，万岁爷，饶命啊！万岁爷！老大，别再跑了！出宫这么多天，你还没玩够啊？你别过来啊！你要是再过来的话，我还是会逃的，你根本就追不上我。老大，龙小弟，别再跟着我了，赶紧跟索大人回宫吧，外面不比宫里安全。老大，你真的舍得离我而去，从此再也不见我了吗？我怎么听到龙小弟的求救声了？龙小弟该不会使诈吧？可是万一他真的遇到危险怎么办？不行！住手！龙小弟，站住！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好好好，我不生气，你别动他。这位大哥，你到底是谁啊？你为什么要杀我的龙小弟啊？你不用管我是谁。若要让我放了他，就拿你自己的命来换。老大，你快跑吧，别管我，你不是他的对手。闭嘴，别说话。这位大哥，你是哪条道上的呀？不妨说出来听听嘛。你想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的。我要的不是钱。现在，你和他只能活一个，你们谁死谁活，你自己选。老大，你快跑！你跑了我还能有救，要不然……哎，你别掐他！不是，这位大哥，咱们无冤无仇的，你为什么一上来就生死相逼呢？你是不是想要钱啊？你想要多少，你告诉我，我肯定会给你的。休再啰嗦，我要的不是钱，你和他只能活一个，谁死谁活，你赶紧选。我没办法选，我们两个曾经对着月亮发过誓，是一辈子的好兄弟，要同生共死。要么你就放过他，要么你就把我们两个全杀了吧。真的愿意和他一起死？陆小弟，繁华带来春风沙，恨不过。你还我陆小弟！你还我陆小弟！你还我陆小弟！愿做他掌上的明
烛，献上我纯真的祝福。朱哥哥，朱哥哥怎么是你啊？你不打了吗？对不起啊，朱哥哥，我不知道是，对不起，朱哥哥。欢梅，如果我真的杀了他，你会杀了我吗？我怎么可能会伤害你呢？正如你不会伤害我一样啊。但你却会自杀，以身殉情，是吗？你想听我说实话吗？朱哥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活在这个世上，我不会为了任何一个人轻生。但如果有一天，你光复大明成功，你杀了龙小婷，我不可能成为你的皇后，我会隐居乡间，一个人生活。但是如果你光复大明失败了，龙小弟他要杀你，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去拯救你。若没有救下你，我也不会去做他的妃子，我也会隐居民间，直到孤独终老。那如果我光复大明成功了，我留下了康熙的性命，你可愿意做我的皇后？算了，我不逼你了，我不想看你为难的样子。如果那个时候光复大明真的成功了，我也听凭你的意愿，绝不勉强。欢梅，你这次出走，是不想夹在我跟康熙之间，左右为难，是吗？但你还是放不下他，否则以他那点追踪的本事，他不可能一直跟得上你。你怎么知道他追踪？难道你也一路在跟着我？你这次出走，大家都很担心你。对不起，朱哥哥，我错了。别说了，听我的话，赶紧回去吧。我答应你，如果我光复大明成功了，我不杀康熙。至于到那个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嫁给我，都听凭你的本心。一会儿太皇太后和皇上召见咱们，你尽量少说话，一切由阿玛应对。太皇太后和皇上宣叶赫大人父子觐见。这这回这铜匣子可是真的了吧？回太皇太后和皇上，这铜匣乃是奴才父子从李定国房间的暗壁盗出，不会有假。可取一盆水来，奴才愿为皇上和太皇太后当场验证。皇上，请看，这真正铜匣上面的龙一旦入水，便如同活了一般。皇上，这伊和那拉父子俩不仅是找回了一把金钥匙，
而且还为皇上找回了真正的铜匣，立了大功了。皇上可得好好的封赏啊！回太皇太后的话，奴才父子对大清一片忠心，能为太皇太后、皇上效力，不求回报。有功不赏，那谁还替朕效命？叶赫那拉明章，朕封你为内阁学士，官从2品；叶赫那拉默生，朕封你为1等侍卫，留侍宫中。谢皇上隆恩。不仅他们父子俩理应封赏，还有一个人你也该赏赏。太皇太后宣答应，乌雅如意觐见。臣妾乌雅如意，见过太皇太后，见过皇上。平身吧，都平身吧。谢太皇太后。谢太皇太后。乖孩子，过来，过来，来坐在哀家身边来。来，坐在哀家的身边来，来。皇祖母，这位是？她叫乌雅如意，由叶赫夫人一手把她养大，也算是叶赫那拉默生的亲妹妹了。如意今年呢，跟着李宜欢一块入的宫。只因为她的性子太温柔了，不太爱出风头，所以呢就没有引起皇上的注意，因此呢就只封了一个嫔界最小的小答应。以后皇上啊，得多多的疼惜这孩子才是啊。既然是叶赫那拉家的人，那朕是应该好好的疼惜。从今日起，朕晋乌雅如意为德贵人。谢谢皇上。谢皇上隆恩。平身吧。谢皇上。再给皇上和哀家说说，李宜欢劝降李定国等人的归降之事进展如何？回太皇太后的话，李宜欢归来之后，并未向李定国等人劝降，而是拿着犬子默生写给皇上的密信，向李定国等人揭发奴才父子是朝廷的奸细，逼得奴才父子不得不强抢铜匣。那其中过程真是险象环生。幸亏樊倩影没有识破犬子的身份，被犬子突然袭击擒住作为人质，奴才父子才有命活着回来。这宜欢他只是揭发了你们父子的身份，却并未劝降。不错，李宜欢告诉李定国，说他之所以跟着皇上回宫，一是为了保护朱慈轩，二是为了查出内奸。皇上，你赌输了。默生，你怎么搞的？刚才皇上封赏咱们父子和你表妹如意，你脸上为什么连喜色都没有啊？我甘心为朝廷卖命，不过因为我是阿玛的儿子，身体里流的是叶赫那拉氏的血，并不是为了什么封赏。可你如此，岂不让太皇太后和皇上起疑心呢？我顾不了那么多了。阿玛，我不明白，小师妹明明已经劝降了，而且还差点被大师傅杀了，你为什么还要撒谎？你懂什么？如果宜欢劝降成功，那咱们父子10几年苦心潜伏岂不白费？那还有什么功劳可言？何况太皇太后曾暗中给阿玛下了懿旨，让我离间皇上和宜欢的情感，难道阿玛还敢抗旨？这也是太皇太后的懿旨，
不仅如此，让你悄悄抓住朱慈玄关进天牢，也是太皇太后下的懿旨。默生，你要记住，以前咱们身份没有暴露，还可以和明珠谷的人保持一份感情。现在咱们是大清的臣子，再也不能和明珠谷的人有任何瓜葛，你也不能称他们大师傅、小师妹了，否则，你将给叶赫那拉家族带来灭顶之灾。我们今后要建功立业，扶持你表妹在后宫上位才是。皇上，皇祖，孙儿答应你，从此以后再也不见易欢，彻底放下他。但是皇祖们也要答应孙儿，不论任何情况，都要留他一命，不要伤害他。皇上，咱们祖孙俩一言为定。什么人胆敢擅闯宫门？我乃皇上的笔墨侍书，这块腰牌是皇上亲赐的。你等一下，能让他进去吗？听说这个职位撤销了，将皇上有旨，笔墨侍书之职位已被撤销，这面腰牌已经作废了。你是说，皇上不肯见我，连宫门都不让我进吗？没错。听说你以前很受皇上恩宠，可现在皇上连见都不想见你一面，还不快走！再敢在宫门口喧哗，我等就对你不客气了。龙小弟，不，皇帝陛下，原来这才是你我真实的距离。好，我走。追！站住！别跑！站住！拦住他！别跑！让开！好孙子，这丫头只可性情，不可伤的。闪开！快滚！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还想强闯紫禁城？要不是头儿吩咐不能伤害你，10个你也早就人头落地了。快滚！好，龙小弟，你不见我是吧？我却非要见到你不可。哎呦，李公公啊，您老是什么时候出去的？我们怎么没看见您出宫啊？咱家是奉了皇上的密旨，出宫办点差事，从侧门出去的。如今这差事办完了，自然就走正门了。你们怎么能看得见呢？公公辛苦了。好说好说，改天请你们大家喝茶。谢谢公公。
啊，原来是世淑姑娘。啊，不对，现在没有世淑姑娘了，是李易欢姑娘。姑娘，你快走吧，皇上他不见你。李公公，麻烦您进去跟皇上说一下，说我来了要见他，万一他改变主意了呢？哎，没有用的，皇上已经说了，他不会见你的。哎，等一下，李公公，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手帕交给皇上。好吧，我给你试试啊。龙小弟，以前我可以随时见你，我的每一次出现都会给你带来惊喜。可是如今，我们却已是咫尺天涯，这道门槛，我再也跨不进去了。易欢姑娘，皇上还是不愿意见你。那我的手帕呢？啊，你的手帕皇上留下了，皇上让我把这个还给你。龙小弟，你为什么不肯见我？你已经拿到了铜匣，我对你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是吗？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不肯放了我朱哥哥？为什么？皇上有旨，送李易欢姑娘出宫。一定又是在试察。玄烨，你万万不可信我。李德福，在，把这个拿去还给他。这。
你们这是干嘛呢？义父，这李易欢假扮成李公公闯进宫来，说要见皇上，被皇上轰了出去。没想到他居然一下子晕倒了。哦。 他这是真晕倒啊，还是假晕倒啊？身体这么沉，想必是真的晕倒了。不过我听说他以前就有着头疼晕倒的毛病。对对对，听说他上一次晕倒了，皇上亲自守了他1天1夜呢。住口！别乱嚼舌头。皇上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反党守上1天1夜呢？是卑职多嘴了，索大人恕罪。行了，把人抬走吧。这。 大赛，来，怎么了，义父？一会儿你们把他抬到紫禁城外，你要想办法。明白吗？义父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去吧。 你们先下去吧。这。同年来人。 东西还给他了吗？回皇上的话，奴才已经把荷包放在了易欢姑娘的身上。如果她还能醒过来的话，应该能看见。你说什么？她不是装晕的吗？她不应该出了宫就活蹦乱跳的吗？皇上，易欢姑娘这次可不是装的，她真的晕倒了。听说她今天闯了2次宫，跟侍卫们交了2次手，可能是用力过度，身体发虚，诱发了她头痛的隐疾。 奴才追出去以后，发现他躺在树下。奴才过去，探了一下他的鼻息，还有点微弱的气息，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哎，皇上，皇上！哎，皇上！皇上恕罪！慢着点，皇上！皇上！怎么了，索大人？快，皇上怎么了？喂，回头我再跟你讲，索大人，我得伺候皇上去。皇上。 皇上，慢点儿！
奴才自幼在明珠谷生活，同朱慈轩、李易欢这些反贼一同长大，多少是有些情谊的。但是这些情谊，跟奴才所背负的国家大义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很好。不必担心，他已经没事了。这就是那罪证。放心吧，朕绝不会放过伤害易欢的凶手。好，我放心了。玄逸，你不必再向太皇太后求情。反正我也和一个死人没什么区别了。我还有一件事求你。说吧，朕一定会帮你做的。等他醒来，永远不要告诉他是我救了他。为什么？其实欢美心里对我未尝没有情意。如果不是你的出现，我和他会是一对神仙眷侣。不过，既然他最终选择的人是你，我又何必让他难过，让他纠结？你现在明白了，我不仅才智不输于你，我对易欢的爱更远胜于你。怎么样？他已经内力全无，变成一个废人了。宣太医，务必用最好的伤药保住他的性命。这……这朱慈轩肯舍命救这李玉欢，那是他们自己的情分，可不是看在你皇上的恩情上。于公于私，于情于理，他们都是皇上不共戴天的敌人呢。皇上，你却心软了。皇祖母，孙儿不是心软，孙儿就是觉得吧，眼下朱慈轩已经是一个废人，这杀与不杀，都已经无碍大局了。我们可以像捐进鳌拜一样，把他给捐进起来。只要他不死，这朱明联盟的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也就不会轻易闹事了呀。哀家跟皇上想的不同，他是前明最后一个太子，只要他还活着，哪怕是他是一个废人，那他也是这反清联盟的一面旗帜。只有杀了他，彻底断了那些乱党分子的念想，方是上策。皇上，你是仁人之心，菩萨心肠，你是担心呐，杀了朱慈轩，这李易欢会跟你翻脸，那这个恶人就由哀家来做吧。皇祖母，皇上，别的事，哀家都可以任由皇上圣功独裁，连你要把这李易欢
留在永乐斋，哀家都随你。但你要知道，这已是哀家的最后的底线。再过6日，必须把这朱次轩押往菜市口，明正典刑，永绝后患。皇上，这朱次轩要是死了，只怕易欢姑娘永远都不会原谅皇上。朕现在也正为这个烦恼。老东西，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哎，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请皇上体恤奴才，千万别说这个办法是奴才说的。要是太皇太后知道了，饶不了奴才。你放心吧，朕身边也没几个会办事、能办事的人才。再说了，从小就是你伺候朕长大的，没了你，朕也会不习惯。多谢皇上体恤。其实奴才这个办法挺简单的，4个字：李代桃僵。您还是把药喝了吧，否则皇上会砍了奴婢的头的。哎呀，是啊，您快喝了吧。皇上又不是暴君，怎么可能动不动就砍人头啊？没事没事，拿下去吧。皇儿，这句话说得好，朕喜欢听。皇上吉祥。把药给我，你们都退下吧。是。皇儿，来吧。我都说了，我已经好了，你别再给我喝这些苦了吧唧的东西了，行吗？你要是想知道你朱哥哥的消息，那就把这碗药给喝了。你是不是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也不算是什么好消息。太皇太后不肯赦免朱次轩。那你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对不对，龙小弟？你看，我都没有骗你，你也不会骗我的，是吧？朕是不会骗你，但是朕不能明着和太皇太后还有一帮支持太皇太后的文武大臣们对着干。所以呢，朕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找一个死囚，易容成朱次轩，把他送到菜市口，明正典刑。这样的话，朕就可以塞住太皇太后还有重臣的口。朕在暗中找个机会，把真的朱次轩给放了。谢谢你，龙小弟，你果然是言而有信的好皇帝。你呀，你先别急着给朕戴高帽。朕这么做是有条件的，你必须一辈子都在这宫里，永远陪着朕。其实，我之前都已经想好了，如果你真的能放了朱哥哥，那我就留在宫里陪你一辈子。不过，我只能做你的红颜知己，不能做你的嫔妃。不是，那怎么行啊？那朕每日放一盘烤鸭在你面前，只许你看，不许你吃，那算什么呀？龙小弟，我心里怎么想的，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对你是情爱，对朱哥哥是情义，我对你有愧疚，同时对朱哥哥也有愧疚，我心里放不下你，但是又不能太对不起朱哥哥。如果你觉得不公平，那好，从此以后我不再吃美食，不再吃烤鸭，你每日只需要给我一些清粥小菜，不让我饿死便足矣了。花儿，人你也亲眼见到了，也该放心了吧？龙小弟，能不能让我单独跟我的朱哥哥说几句话呀？好，不过你们要抓紧时间，赶快送他离开紫禁城，不然的话，恐怕夜长梦多。我知道了。去吧。
瘦了这么多，脸色也苍白了。他们是不是虐待你了？我没事，我很好。叶师弟虽然抓了我，但毕竟是兄弟一场，一直在暗中照顾我。可是为什么感觉你跟之前不一样了？你的眼神跟以前比完全没有了神采。我刚从牢里放出来，病也才刚好，自然会憔悴一点。等出宫以后，让三师傅帮我调理一下，自然会好起来的。周哥哥，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如果不是我，你也不可能被抓起来，叶哥哥也不可能会暗算。的确是你害了我，我没想到，我们10多年的青梅竹马，竟然抵不过你跟康熙大半年的朝夕相处。不过这样也好，我总算明白了，谁才是真正值得我去爱的人。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先走了。倾城还在外面等着我呢。雪姐姐，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有件喜事，忘了告诉你了。那夜，你跟康熙走后，是倾城找到了我，救了我。我跟倾城已经成亲了。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此事有关倾城的名节，我怎能开玩笑呢？环妹，其实以前我之所以对你好，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小就有了婚约，我只能对你好。哪怕我觉得倾城才貌双全，温柔体贴，更让我心动，我也只能把这份感情放在心里，从来没有说破过。直到那天晚上，你在婚礼上逃了婚，这反倒给了我和倾城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和倾城都很感谢你。朱哥哥，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件事我居然不知道，但是朱哥哥，我真心替你跟雪姐姐高兴，真的不容易，真的，我真心祝福你，永远幸福，早生贵子。好，我也祝你跟康熙永远幸福，白头偕老。环妹，你不妨跟倾城比一比，看谁生的孩子多，谁才是一个称职的娘亲。这个朱思轩，倒真是个至情至性的人。可惜啊，若他不是朱明王朝的太子，那朕一定会和他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的。皇上肯三放朱思轩，并称赞他的为人，仅于这份胸怀，就已经不愧为圣明天子了。这个朱思轩，虽然才德兼备，也算是人中俊杰。只可惜，他不识大事，不知变通，又怎么能跟皇上相提并论呢？你这话倒是说得很合朕的心意。也是，一个人再有才，那也得识大事，知变通，否则终究是一个项羽之流的悲情豪杰。徒让后人传唱虞兮虞兮，图奈我何？朱哥哥，你别看龙小弟后宫佳丽3000，但是真正爱他的没有几个人，所以我想陪着他，监督他，让他做一个好皇帝。但是嫔妃，我可能做不了。为什么？我和倾城成了亲，倾城才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妃。光复大明的任务，就是我和倾城的责任，跟你没关系了。因为有爹跟师傅们，所以……傻丫头，女儿不是儿子，只有儿子才有资格继承父业。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是泼出去的水，你不必太在意
你爹还有师傅们的态度。更何况，他们知道我和倾城成了亲，你爹他们也不会再逼你了。别再为难自己了，只有你过得好了，我跟倾城才能过得好。不然，我们夫妇会觉得愧疚的。说什么呢，朱哥哥？你们从来没有愧对过我，都是我在愧对你们。你还不知道我？哼，我每天会让自己过得开开心心的，你不用担心我。那就好。那我们就此别过，各自珍重吧。那我送你吧。不用了，我走了。朱哥哥，朱哥哥，你怎么了？我没事。不行，这样，我得跟龙小弟说一声，找一辆马车送你出宫。不用了，等出了宫，倾城会照顾我。那我也得亲自把你交到雪姐姐手上，我才放心。而且我还没有当面祝福她呢。等一下啊。龙小弟，你都听到了，朱哥哥跟雪姐姐，他们已经成亲了，所以，我决定了，我可以做你的女人。真的？你说话算数？当然算数，但是你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好，你说。第一个条件，我相信你是个好皇帝，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服我爹跟师傅们不要光复大明。但若有一天他们败了，请你手下留情，不要赶尽杀绝，放开你马，可以吗？好，朕答应。第二，如果你答应我的做不到，比如整顿吏治、废除特权、圈地等恶政，没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时候你就不是个好皇帝，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你，你不许阻拦我。朕答应。第三，虽然朱哥哥主动跟我解除了婚约，但是我不能无父无长，我必须回去告祭祖宗，给我父亲还有师傅们一个交代。我过不了我心里这个坎儿。既然朱哥哥你都敢放，为什么不敢放我？已经决定赌了，何不赌一把大的？好，那朕就跟你赌一把大的。你拿着这面令牌。下次进宫见朕的时候，就不会有人阻拦了。龙小弟，我一定会回来的。记得我们的约定，互相信任，互相扶持，永不相疑，永不相害。我走了。走吧。
朱哥哥，走吧。皇上，以奴才对奕欢的了解，他一定会回来的。朕又是在异常豪赌。我龙三，今日对着月亮起誓，结为异姓兄弟。从今往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永不背弃。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如有违誓，天打雷劈。爱已来，卷风沙，恨不过。龙小弟，你是一个好皇帝。经过的星辰如马，望不穿雨中的他。这一生月光花，能否带他伤的心归家？愿做他掌上的明珠，献上我纯真的祝福。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绽放般时的光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献上我纯真的祝福。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绽放般时的光速。什么？皇上罢朝了？是啊，太皇太后，已经3日了。自从皇上亲政以来，还从未如此荒废过朝政。这3日，皇上不仅不上朝，还把自己关在乾清宫中，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肯见。想不到，哀家最担心之事，还是发生了。
玄烨，咱们祖孙二人有3天没见了，你还好吗？皇上，能不能开开门，咱们祖孙俩说说话？既然你不开门，那就隔着门说2句，可以吗？玄烨呀，你现在这个样子，让祖母不得不想起你那皇爷爷。记得那是崇德6年9月13日，你皇爷爷镇守嵩山呢，指挥8旗子弟浴血奋战呢。不料忽得听闻，哀家的姐姐海兰珠病倒了，她竟然不顾一切要返京。这一路上不休不眠呐，真是日夜兼程啊！终于在第5日，他终于赶到了京城，可是却没有见到海兰珠。他心情大痛啊，又是不食不眠呐，昏迷不醒啊。虽然被太医救起，可是他言语混乱，形同疯癫。就这样，不久抛下了祖母和你那可怜的6岁的阿妈一走了之。你听得明白？玄烨呀，那还是大清出兵的时候，朝野上下呀是危机四伏。祖母啊，为了你的皇阿玛，为了大清朝，我耗尽了我的全力，好不容易把你的皇阿玛养大成人，又扶上了龙椅，可是他又像你的皇爷爷，为了一个董鄂妃，一言难尽呐。祖母说不下去了，他仅仅24岁呀，又抛下了祖母和不到8岁的你一走了之。皇祖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子，你说我苦不苦啊？尽管这样，我还是满腔热忱的，为了你，为了大清朝，我用心把你养大。玄烨呀，你已经亲政了，这龙椅已经坐稳了，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步他们的后尘呢？皇祖母知道，爱新觉罗家族的男人们是有情有义，可是太痴情了。你要知道，你是一国之君呐，你要为你的臣民，为了你的大清朝去着想啊，皇上。你如今连个子嗣都没有，难道
从今往后，我们祖孙两个，让后人去唾骂我们作为千秋罪人嘛！皇上，请开门吧，皇上，皇上，宣爷。更衣，上朝。吾皇万岁万岁万岁！春秋两岸，时光催尽方可叹。一生的愿，将心留于人世间。手握乾坤，仙风女子在云端。花开之间，留蝴蝶掌心清泉。天与地开在眉间，谈千秋，万世怀言，书几许情愁。